在人在地前地方的民间艺术嘛会当替台湾伫国际上宣传。南投市的迎北国中的人灵队休热的时，将甲保利新团的舞蹈团做伙去波兰参加民俗艺术节，希望讲这个国外嘛会当欣赏到咱的民俗表演。 光艳艳亮声，和人量表演更加显白，加上真有气势音乐，展现亮的吉祥和尊贵。南投市迎北国中人量队受到保利新团舞蹈团的邀请，会当在到波兰民俗艺术节表演。然后教练他真的很认真，很努力在经营这个部分。我觉得我应该要 把这样的美事带出去外面。受基仪式现场，王瑞潮副馆长嘛将感谢奖状颁发给爱心团体和企业，经费部分的经费赞助，让迎北国中学生才当顺利出国表演。县府为了鼓励舞龙队到波兰去，我们对于弱势的学生也给予全额的旅费补助。迎北国中人量队成立已经10几年，在咧休热会到波兰演出，让世界看到台湾的传统艺术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